聖經微播，歐伯平牧師每周為你介紹聖經知識，刻畫入微，發揮微言大義，激活你愛讀聖經嘅心智。點解聖經開頭嗰5卷合稱叫做律法書呢？聖經開頭嗰5卷啊，就係創世記、出埃及記、利未記、民數記、申命記。咁我哋熟少少聖經都知道佢哋嘅簡稱啦，創、出、利、民、申。咁聖經呢，成個總共有66卷，淨係舊約都有39卷，所以響處理、響認識、響閱讀嘅時候，個傳統智慧呢就會將佢分做唔同嘅組合嘅，幫助我哋去讀、去記憶嚇。嗱，但係事實上呢個舊約聖經嗰39卷嘅形成嘅過程呢，都有幾個步驟㗎噃。最初收集起上嚟成為經典嘅，其實就最初呢5本啦。所以最初呢5本創、出、利、民、申，佢哋成為一個獨立嘅一個分組嘅單元，咁係好自然嘅。咁呢5卷講嘅係咩呢？咁創世記就講創世啦，出埃及記就講出埃及啦。呢2卷就特別啲嘅，我哋睇個名都知道佢嘅內容其中一啲要點啦。不過喺我哋一般嘅印象之中，哇！佢講好多有關上帝嘅指引啊、教導啊、要求啊呢啲嘢㗎噃。咁啊，呢5卷響希伯來聖經原本嗰個字呢，就係啲教訓啊、教導啊咁解嘅。所以我哋後來就覺得呢5卷最大嘅特色就係將上帝對人類嘅要求嘅嗰啲律法刻畫出嚟、演繹出嚟啦。於是就係俾呢個名佢叫做律法書。不過嚟到近代呢，近呢20年有少少轉變喎。因為我哋都發覺佢又唔係全部講律法嘅啫，都有好多我哋比較熟悉嘅列祖嘅故事啊呢類噶。所以一方面佢就透過啲條文、上帝嘅宣告去講上帝嘅對人嘅期望啦、指引啦；另一方面都係透過呢啲先祖呢啲人物嘅生活經歷、人生嘅歷程去顯出上帝要求人點樣生活㗎噃，就唔係淨係啲條文啊、規例啊咁樣。所以近呢20年呢，有個新興嘅名就不如唔好叫佢做律法書啦，有少少唔道咁嚇。咁啊叫佢做乜呢？叫佢做訓誨書。訓誨書意思都係一啲教訓、一啲宣告有關上帝嘅説話咁解啦。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。